搁来练习，献诗515首，咱请苏琴甲咱弹一解。伊有有迄个装饰音，迄个装饰音爱唱出来，在即条歌才有迄个味。OK， 来。山野青翠花芬芳，蓝天白鸟自由翔。泉水清凉透心肠，美丽乡土哪弄？预备来，山野青翠花芬芳，蓝天白鸟自由翔。咱搁一解吼，第二个谱表的时阵，咱注意者，水泉清凉透心肠，心肠。会使小可搁较慢一丝丝啊，预备来，山野青水花芬芳，天桥的鸟自由翔，江水清凉。心肠，伊的乡土哪拢？搁一摆来，山野青水花芬芳，蓝天白鸟自由翔，泉水清凉透心肠。乡土哪拢？咱上个祈祷，爸，阮的上帝，阮感谢你带领阮来到这个所在圣殿内，阮要做伙参加来敬拜你。只是求你安静阮的心，会当来领受对你所来的每一句话，互阮有气力，会当来行出。阮来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亲爱兄弟，大家平安。平安。请咱同心来敬拜。恁着爱我了耶和华，因为你只管只大。恁着爱我了耶和华，因为你是听。就爱我了耶和华，因为你只管只大。恁就爱我了耶和华，因为你是听，因为你是听。恁就爱我了耶和华，因为永远的主爱。恁就爱我了耶和华，唱我乐意。一个早起，咱会使用敬拜、用学乐来到主的宝座前。只是我要邀请大家用活泼的肢体来敬拜。
当咱唱到伫副歌“哦乐哦乐哦乐”的时阵，我要邀请大家把你的手举高高，向神举高高啊、就是一起呢举手欢喜来敬拜。那最后一句，因为伊是疼。我们要准备你的手呢，比一个拍照很流行的动作，就是大爱心。来，大爱心准备好。那你不只有逼大爱心，你还要找一个同伴，大爱心的时候顺便对他怎样？微笑这样子，这样你跟你的同伴才有互动。好，继续我们邀请大家做伙起立，一起起立，我们活泼来敬拜。因着爱我就耶和华，因为伊一关一关。因着爱我就耶和华，因为伊是疼。因着爱我就耶和华，因为凄迷看去，生命伫光一切换新。莫有一双手常常安慰咱，带咱行向光明。请咱做伙感谢主耶稣奇妙的双手。咱有一双手，我亲你看见，生命伫光一切换新。奇妙的稳定，
我要邀请大家慢慢来欣赏一首真水的诗歌。上帝以永远的听来听咱，每一个人拢有伊无同款的故事，每一天嘛有无同款的烦恼甲压力伫咱的生命中。亲爱的朋友，这时的你，为着什么人，为着什么事，来到主的面前，切切的祈祷，切切的恳求。愿你伫这首诗歌中，会使得到主甲你同在的力量。主要对你讲：交托吧，交托吧，将咱对未来的看路交托予万权能的主，全能的上帝，请听阮的祈祷。全能的上帝，请你听我的祈祷，愿你大大赐予我，开看我的心肝，将你的话甲实话，你的双手扶持我，赐我智慧甲才能，为你荣耀招济。我同在，做我思维的人脉，保护我无入试探，查我带你在海。愿你甲我同在，将我放伫你手内，做你得胜的器具，主听充满世界。全能的上帝，愿你甲阮同在，将阮放伫你的手内。主啊，主啊，请你听阮的祈祷。主啊，请你听阮的祈祷。全能的上帝，全能的上帝，请你听我的祈祷，愿你大大赐予我，开看我的心肝，将你的话甲实话，你的双手扶持我，赐我智慧甲才能，为你荣耀招济。愿你甲我同在，做我思维的人脉，保护我无入试探，带我看你在海。愿你甲我同在，将我放伫你手内，做你得胜的器具，主听充满世界。愿你甲我同在。愿你甲我同在，做我思维的人脉，保护我无入试探，带我看你在海。愿你甲我同在，将我放伫你手内，做你得胜的器具，主听充满世界。愿你甲我同在。愿你甲我同在，做我思维的人脉，保护我无入试探，带我看你在海。愿你甲我同在，将我放伫你手内，做你得胜的器具，主听充满世界。请咱即时做伙来宣告，做主得胜的器具，做主得胜的器具。做你得胜的器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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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你得胜的器
阮的祈祷，听阮的祈祷，阿门。会众请起立。我对上主求一项代志，只有对伊求一项，互我一世人踮伫上主的厝，伫圣殿仰望伊的阳光，找求伊的指示。这是请咱犹原徛伫三甲来纪念主耶稣所教示咱的新的诫命。新的诫命，恁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恁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圣旨的总拳头。我用新的诫命，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只是请咱犹原徛伫同心下头来祈祷。全能的父上帝，阮感谢你所赏赐阮一切恩典，自接阮进入你的圣会，互阮照着你独生的圣囝主耶稣基督来得到活命。恳求你即时，互阮的心、心灵，拢会全心全意来敬拜你。羡慕你，也服侍你，互阮伫你的圣会中真做忠实的圣徒。感谢天父，你是万项好事好命的源头。阮为着逐人伫逐工的生活中所领受无共款的恩典，献上阮的感谢。感谢你伫阮这片土地赏赐日头甲雨水，也互万民的性命得到成长。你也保守，互阮无受到日头甲雨水的伤害，互阮会当伫这片土地安然徛起。求你，互阮着对万事充满感谢，时时学乐你。若是伫阮的心因为环境受到不安、失望的时阵，也求你提醒阮所算你一切恩典，互阮知你的慈爱毋捌离开阮，你的帮赞毋捌停止。因为伫阮还未祈求的进前，你已经为阮备办一切恩典。你互阮有平安的意念，你也要互阮的性命更加成熟，更加接近你。怜悯阮的爸，阮伫你面前要为着承认阮一切罪的本性，阮的心常常软弱，互阮伫有意也是无意的中间来得罪你，离开你的道路。照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恳求你赦免阮的罪。也洗清阮一切过失，求你的恩惠进入伫阮逐人的生命中，用你的光带阮来行正的路。恭敬将今仔日的敬拜全然献上，愿圣神恩典充满伫阮逐人的生命中，愿上帝话语进入阮的心，互阮常常思慕耶和华的话，互阮的生命若亲像树栽伫溪水边，照时结果子。互阮的生命得到真正的福气甲平安。阮的祈祷感谢，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请坐。这时，请咱三甲来启用。咱所要启用的是启用文第35篇，也是箴言第4章。启用文第35篇，
我的囝儿着听老爸的教示，因为我用好的道理予恁。我嘛捌做老爸的囝。老爸有教示我讲，你着记牢我的话，着找求智慧，找求聪明，毋通袂记得，毋通弃杀智慧，以为保护你。智慧上重要，着拍拼找。你尊重智慧，以为高举你。智慧会用花冠抵伫你的头壳。我的囝着听，着领受我的话。我有指示你智慧的路。你行的时，袂拄着阻碍。着持守教示，毋通放松。现时，今仔日双人团契所要献的诗歌是《新圣诗》第304首，我要学乐。这是咱三个来共读上帝的话语。今仔日咱所要读的圣经，才是记载伫新约马可福音第12章41节到44节。马可福音12章41节，
耶稣坐伫库房的对面，众人在用钱迄落库房，有侪侪富人用侪侪钱迄落去。42节，有一个送香的酒歌人来，献2个半厘的，就是1厘。耶稣就叫伊的学生来，甲因讲：我实在甲恁讲，即个送香的酒歌人所献的，比种迄落库房的较济。44节，因为遐个众人是对因有剩的来献，若是即个富人人是对伫伊的无够来一尽献伊所有的，就是伊所挖靠来挖的。以上。今仔日咱所要朗读的经句是记载伫新约哥罗西书第3章23节到24节。咱的荧幕顶悬有咱三甲来读。哥罗西书第3章第23节，既若恁所做，就出伫心内做，亲像服侍主，毋是服侍人。知恁要对主得到承接业的报赏。恁是服侍主基督，咱阁三甲来读一解。既若恁所做，就出伫心内做，亲像服侍主，毋是服侍人。知恁要对主得到承接业的报赏，恁是服侍主基督。赞美，今仔日圣歌队所要赞美的诗歌是：我在此，差我。
讲道今仔日布瓦克牧师所要讲道的题目是真实的奉献。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各位兄弟平安，感谢上帝今仔日早起所有的这个敬拜，还有圣歌队，还有双年的团契，所献的这个诗歌，真感动啊！感谢主。首先我要感谢教会当接纳阮伫即个所在，为着募款的代志，感谢恁接纳阮，会当看过阮的需要。嘛感谢上帝今日带领咱做伙伫伊的面前来敬拜伊，百姓就领受即个思考对圣经中对咱的信仰即个启示。愿今仔日这主日聚会，互你当满满的祝福。上帝引带你伫即个聚会这过程，经历上帝丰盛的即个滋爱，主耶稣的恩典，还有圣神的充满。咱做伙来祈祷。充满恩典里面的被上帝，感谢你支持阮，伫你所定的这圣日，同心敬拜而落你。阮欢喜调记你的面。因为你是阮的快乐，是阮的牧者，是阮一切生命甲生活需要的这源头，是阮一生的快乐。特别上帝，只是阮搁一摆共读你生命的话语，求你通过今仔日所共读的经文，教使阮明白了解你的旨意。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讲到奉献，对咱基督徒来讲是。真正是咱这个信仰的这一部分，奉献伊是对一种对上帝贴的这个回应，也安尼讲是回馈啦。所以奉献本身包括了服侍，还有奉献的这个奉献。所重要的，毋是向奉献较济，向较少的问题，向有能力。向无能力的问题，是在于咱敢有尽心尽力的问题。那对这个上帝国、这个永生的这个概念来讲，搁深一站的这个讲法是，咱讲是一个投资啦。咱奉献还是咱伫教会服侍，拢是一项这个投资，互咱会当伫将来面对这个上帝的时阵，上帝接纳咱。所以，相信我讲即句话，各位兄弟会当了解、认同。无论是用服侍，还是用奉献的金钱，上帝拢欢喜，因为伊是上帝所欢喜的。所以今仔日咱所读的即个经文，是讲到即个奉献金钱的即个部分，关系即个基督徒对金钱的即个奉献，应该是存什么款的态度，才会当互上帝接纳。今仔日咱所读的这个经文的背景，是主耶稣到圣殿的这个银库去看人奉献的这个情形。有一天耶稣伫圣殿讲道了，伊就出去这个圣殿，走去这个银库的这个对面坐落去，开始伫遐看众人安怎用钱献落伫这个奉献柜。因伫遐坐时阵就看到人来往往将钱投入这个奉献柜内底。其中的有一寡的这个有钱的这个财主，过了无久，就看到有一个散车送香的这个周寡人，也就是寡妇，走去这个奉献柜这个头前，投2个这个半厘的手钱。当耶稣看到这个送香的这个寡妇投钱了后呢，就组织门徒到伊的面前，对因讲：送香的这个周寡人所存的，比众人献落库房的较济。这段经文虽然故事真短，也毋过真趣味。耶稣竟然会好奇，想要去看人去这个银库。去看人安怎奉献，咱拢知影，
耶稣做什么任何这个代志，一定有伊个价值。所以咱来看，有这个几个方面，当然咱来思考啦。第一项就是世俗甲上帝国的这个奉献的这个比较。为什么散起来这个寡妇的奉献虽然较少，却和耶稣讲是奉献上足济这个？为什么伊讲是较济？真简单，是因为伊对奉献的这个态度是更正确的。相信大家拢了解牧师为什么安尼讲。咱基督徒对奉献的这个态度是，甲一般的这个未信者的这个奉献观念是无同款。一般的未信者对奉献的这个观念，像奉献较济，像就排伫头前奉献的这个排行榜的中头前。奉献较少的人，自然就排伫后壁。所以照奉献的这较少来排列这个名次。咱常常听到人讲某物人，还是某一个人奉献伊较济，人就称赞伊讲是善人，真有疼心。听到某物人还是企业家，伊奉献足济这钱，或这个慈善机构，就认定伊是好人，伊是善人。要么讲奉献少的人，咱就感觉伊是较重算，确实这是一般人看外表，看这个外表来断定一个人的这个价值。但过咱基督徒呢，咱不是安尼。咱奉献伫着偌济这个标准，伫上帝这个上帝在评断。上帝是照伊所予咱的这个恩典、甲信心来量咱。咱来搁看这个财主甲送香的这个散起来这个寡妇的这个奉献来比较。耶稣讲，财主甲正人所献的钱，拢是因家己有剩，摕出来投入这个奉献柜内底。圣经无记载遐的这个财主甲正人奉献偌济。要么讲，当对耶稣的这个口气来看，所有的人的这个奉献，确实比这个散起来这个寡妇较济。要么讲，为什么耶稣讲散起来这个寡妇奉献的钱比任何人较济？原因是因为因所献的这个钱，拢是因家己有剩，摕出来投入这个内底。所以有剩的这个意思，有足济有出来的意思。对另外这个角度来思考，这款的这个奉献态度是说明这个人奉献的这个行为，也就是讲财主甲正人奉献的这个心态，唔是真正将奉献的这个态度看是上重要，只不过是因为家己有存了后，将这个钱投入这个奉献柜。所以对信仰的这个角度来讲，财主甲正人将奉献看作是第二项代志，无将伊当作是第一的这个第二项的这个代志。所以对奉献这个意义来讲，这款的奉献，毋是真正对心底愿意奉献，感觉是不得已，还是为着顾面子，爱互人看是讲我有奉献，所以咱来看这个送香的这个。散起来这个寡妇奉献，耶稣讲，虽然伊投伫这2个半厘的钱是家己无够，将家己一切这个拢投入。这个所讲的这个家己无够，将伊一切这个拢投入，伊是讲当时迄个奉献的迄个时间呐，毋是讲爱每一摆拢爱安尼做。安怎讲呢？奉献是有规矩的，有时间来安排。什么时阵爱该奉献，什么时阵的情况需要奉献，拢有这个律法的这个规定甲条例。上帝颁布予摩西的律法，拢有明的这个规矩，
除了每年即个旅行的即个奉献，伫其以外，其中还包括固定即个赎罪祭，啊，佮感恩奉献，11个奉献了后，所以奉献有伊的即个后壁即个意义，嘛有关即个有志的人甲送香的人的即个奉献的即个条例。所以咱来看即个善财即个寡妇，伊奉献，伊为虾米奉献？为虾米伊家己无够，啊，佮将一切即个拢投入？是因为伊是为着伊当时有可能伊有伊的心愿，有可能伊对某一个代志，伊一直心内一直想讲，一定爱奉献。虽然伊当时伊存遮的即个钱，要么过伊愿意，照当初伊的即个伊甘愿，伊甲上帝祈祷回应的迄个时阵，伊愿意顺服伊当时的即个心。所以咱来了解，送香的即个寡妇，伊嘛无愿意，想愿意做一个送香的人。所以送香，我是感觉一个见效的代志。上主要就是咱的态度。耶稣来到这个世间，就是要看顾遐个，互人看袂起，互人感觉是啥物拢无的一个人。这是耶稣临到这个世界的这个目的。当然，咱也嘛会了解，耶稣无可能遮尔无人性，讲看到一个送香的寡妇，伊家己拢无啊，啊，佮爱要求爱感动伊爱奉献，咱拢了解无可能。耶稣知影每一个代志，耶稣拢看伫即个内底，所以呢，耶稣要通过即个代志，嘛会当互即个门徒一个教示，伫天国内底，无分你是好野人还是你善邪人，上主要就是咱的心，敢有伫上帝面前完全的顺服。虽然善财的寡妇伊伫世间，互人看袂起，也毋过，咱来看，伊互谁看到？伊互耶稣看到。咱基督徒一生就是爱互耶稣看到。咱伫即个世间，咱追求啥物款的代志，有可能你趁足济钱，然后你无互耶稣看到，一切拢是无意义。因为咱基督徒是咱的即个愿望是伫天顶，你财宝放伫即个天顶，未来咱面对即个耶稣的时阵，咱会当坦然无惧。所以这是咱基督徒上重要、上重要的即个代志。所以咱基督徒毋是看人的外表，毋知你的心情，你看到遐个需要帮助的人，还是遐个善财人，你啥物安怎看伊？咱基督徒无共款，咱是坐伫这上未遂的这个人的身上。所以咱的信仰是遮尔好，虽然讲一般的人伊无了解咱的信仰，咱上基本的就是咱都爱用即款的即个眼光去看即个世界的题材，还是看上帝即个国。所以上重要的毋是奉献较济较少的问题。是尽心尽力的问题。这个经文伫头前，耶稣讲到这个上大这个改变是啥物？就是跳出了上尽心尽力
听主你的上帝，听人亲像家己。咱来了解尽心尽力的意思，不是完满，不是完美。伊的意思是讲，咱听上帝、听人，拢爱尽心尽力，不管咱是咱的物件较少，拢照迄个正确即个观念去看上帝国，看上帝服侍，啊，搁看人。这是上重要的。各位兄姐、各位兄姐，感谢恁，恁接纳啊，个王牧师啊，个中集，恁接纳阮白沙教会来这个所在来，募款。阮嘛了解今仔日是，阁是总会这个时间的奉献主日，阁一长榜吼。也毋过，牧师希望，当然是咱拢是张中的这个教会，嘛希望讲恁能支援帮助阮。因过阮嘛期待，恁著爱奉献时阵，恁著爱甘心乐意啦，袂当勉强，啊，这是上重要。因过凡事拢爱尽心尽力，叫你的感动。我嘛希望我嘛甲即个募款的即个同工讲，咱来即个所在，毋那是要。希望讲兄弟姊妹当奉献，咱阁上主要是嘛，互阮的成长的即个机会啦。感谢主，伫耶稣基督内面，咱若是一家人，无论你是啥物族群，特别是阮教会，伫即个都市多元的教会，真正是对咱来讲是有困难的。特别是咱即个教育馆，要整修时阵。对咱来讲是无啥物能力，讲实在。不过对一般的咱的教会即个经常会，还有一般的即个教会的即个奉献，咱会当付得起。不过对咱另外开销要为即个教育馆，咱真正是无法度。所以，阮是不得已啦，不过上感谢上帝，上帝嘛互阮机会啦吼。有的教会咱接纳阮，这是互阮的机会。咱就爱我甲同工讲。咱就爱努力，爱准备好家己，来到即个教会来教会时阵，爱用全心的即个奉献，爱用全心将家己来奉献伫教会，伫即个上帝面前。所以上帝爱咱的是爱尽心尽力，听主你的上帝听人。所以为什么要去即个教育馆？是因为白沙教会应该。迄个即个当捌去过吼，伫即个行内底，真正是白沙教会要去30年，要30年，要创立30年，无家己的即个教育馆。特别是因为感谢主，因为一寡问题，隔壁迄个厝卖起来，因为为了即路管的问题啦。因为咱进前迄个教会头前，迄个路管毋是阮教会。因为有可能是为什么到尾时阵讲是迄个一条路，毋是教会，是隔壁迄个主人的。所以主人讲，恁爱即个路权的，你都爱买即个隔壁即个厝。所以即个一个挑战。所以我来时阵嘛是爱欠即个字啦。阮拄仔是感谢主来，即用夫妇做事吼，互阮方便啦。咱救急所以即马咧，因为另外因为用即个教育馆必须爱整理，因为即个厝囥已经2-3年啊，即个结构拢已经脱落啊，所以讲中节爱开会时阵爱调整讲，安尼即个厝阁继续安尼哇，到尾就即厝就惨啊。所以我们就决心开会了，都决心爱安尼做。所以这是阮的募款的即个原因啊。即马即个教育馆呢，差不多要用好啊，要么只是后续的即个还款的即个问题，佫欠迄个辅助社用辅助社的即个250几万的即个钱，咱真正是爱兄弟来关心啦。当帮助阮即个道园的教会，道园即个完全的教会，希望会当通过今仔日的即个分享来帮助阮。感谢恁，咱做伙来祈祷。
阮哋满满的上帝，你是配咱的这个夸口，你是全地主宰，是伟大的这个上帝。感谢你通过今仔日经文，互咱了解奉献的意义，毋是奉献较济较少的问题，是咱敢有尽心尽力去疼人、去服侍，互你的教会、互你的子民、互你的百姓，无管伊是虾米款的人、虾米款的族群，你拢伫主耶稣内底，拢诚做一家人，嘛愿意用即个尽心尽力的即个贴心来施恩，互遐个需要的人。咱同心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免。好，下面的时间，阮教会就要献诗啊。这个字幕打到这个 PPT 上面，拢有无共款的这些族群啊，会当看边啊有写这是虾米款的这哪一组咧，拢有伫顶面拢有看。是我一
嘿呀哦，嗨哟咿，嘿呀。
这是咱三个来吟神圣诗第480首《世界俗子正朋友》。世界俗子正朋友，大家三牵手，同心徛我来领受十界的成就。仰望建设上帝国，做咱大目标。牵条主耶稣道路向前来跑走。来吟第1节甲第4节就好，请起立。请坐，这是请咱同心真实的来奉献。请来起立吟奉献的时光。请坐。这是来介绍甲报告。首先，咱来介绍咱今仔日和咱三甲做伙组织做伙，郭梅英牧师坐咱头前，咱请郭牧师请起立。郭牧师是佑心的朋友，好，我们欢迎牧师，多谢。毋知咱中间阁有今仔日第一届来咱教会三甲教阮聚会朋友无介绍到的。好 ，OK， 这是咱来看周报。
第一聚会甲圣工的分担，请咱家己来指。特别要提醒的是，伫个顶礼拜咱有刊登圣经学院，今仔日是休困，毋过正确的是今仔日有上课。吼，咱请有参加圣经学院的兄弟爱记哩今仔爱上课。过来看消息的通知小会公告。第一点，林幼如姐妹申请要转入咱的本会，若要伫个8月11号做信用个别以后，才要来甲伊接纳。第二点，咱本会华语叫买华语版的新信息60本，加书车有2台，要来伫个礼拜这个时阵来使用。第三点，牧师要伫个7月3号到10号要到乌干达来访问，那本会也决定要伫个即个因的养鸡场的部分来甲因奉献支持。毋过就是等因有具体的方案以后，咱来才互会友来自由来奉献。第四点，7月份的小会提前到6月29号暗时7点来召开。本会消息第一点，本主日6月16号台语堂，咱有北沙教会布瓦各牧师来讲道，也有北沙教会兄弟姊妹为咱来献诗，请为着教会建堂甲需要关心代祷甲奉献，也真多谢牧师甲伊的兄弟今仔日的信劳，咱甲因拍鼓啊欢迎，感谢伊。做牧师真正无简单吼。讲道啊，搁爱晓弹琴，搁会晓指挥，搁会晓唱歌，逐项拢爱会晓，真正毋是普通人会用做的一份职业。第二点，本主日6月16号是总会事工奉献的主日，王牧师伫个华语堂来主持圣餐。第三点，顶半年度的福音主日是伫个6月30号、6月30号，就是后礼拜。相送合唱团要伫个本会来演出，来请咱陪伴心带领新的朋友来参加。第四点，咱的107全年度的第一学期的奖学金，然后得奖的这青少年，请咱家己来刘长老来领取。第五点，本会定伫8月11要举行圣礼典以及洗礼甲圣餐，请咱家己来注意。第六点，咱的祈祷会8点开始，也邀请大家来参加。第七点就是咱一直讲的，咱的手机网络嘛，用甲咱做伙做礼拜，邀请大家来使用。第8点，咱教会有侪乐器的使用，也希望会当邀请同工，阁有咱集体消息内底有讲到，团契消息内底有讲到手琴团甲弦乐团，拢希望有兴趣的这兄弟会用报名来参加。过来，咱来看集体消息。第一点，恭喜咱的美惠执事，阁有咱的义豪兄做阿公阿嬷，因的儿子孟学兄弟呢，甲炫威姐妹，伫6月5号呢。有生一个真可爱查甫囡仔，母子平安，愿上帝祝福因。第二点，本主日下晡呢，伫个7点到5点，伫个彰化艺术馆有一个公益的园游会，咱本会玉秀姐妹伫遐有做爱心的气球，也欢迎大家去参加。团契消息，第一点主日呢，伫个7月15到19要举行夏令营，邀请大家来参加。第二点，圣经学院以及手琴团、弦乐团才招生，请咱家己来注意。教界消息，亚东剧团伫个6月29号伫个台中国家剧院才有一个巡回演出，来欢迎咱，会用带咱厝内底这小朋友同齐去看。下面这客照班的事工也是热烈的施工，请咱家己来注意。大岛的事工，咱特别要为着全世界，不管是香港还是任何一个国家有受到自由、受到迫害，这人民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恳求全能公义的上帝亲自来为因来保守因，也为着咱的教会伫这社区的事工，也为着咱教会侪兄弟姊妹心灵欠安的来代祷。后面伫个出席甲报告的事项，请咱家己来注意。若是咱伫个奉献的部分，若有错误的，会用咱的会计总集来提出更正。以上。这是咱三甲过来吟圣诗第515首《山野青翠花芬香》。515首《山野青翠花芬香》，山野青翠花芬香，那天飞鸟自由翔，泉水清凉透心肠，美丽乡土那乐园，请咱起立吟全首。
请咱有缘徛咧，请牧师来祝祷。来，咱领袖来祝，咱领袖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伫咧，对支持到永远无煞。阿门。请坐，默祷散会。咱伫个楼骹白沙教会有带迄个义卖的杯子，咱会用伫个楼骹来看。另外一项代志就是咱的玉婷，咱的干事伫个长点婚，有准备喜糖伫个1楼，甲大家分享。